자, 방마들이야. 안에 首先 한번에 참로리야. 要 안에 问候大家， 섬지 쉬하다 첩시도 那么 다 가상 昨天呢， 영감의배지 생계 중로 중단 하리마다 讲过了伽马巴这个名号的 대신도지 샤나기 这边还有给中共党黑宝冠相关的一些内容。 안에 지 샤나가 这边转下了说吧，地址过了呀，我不是虚的。那么简略的他这讲解一下里我。说，那么今天开始嘛呢，那武松呢就没虚比呢，会开始讲解啊，就《妙行传》，查什么的，不然的话，怕这次的课程会讲不完。那么的理解嘛的，我嘛就送自己学音。第二几档，想嘛我把工作演了个这边给，由夏马昆卓延拉编撰的这个法王米之多杰的教研目录当中呢，伽马巴米之多杰自传部分有13部是释与无分弟子的普罗大众的传记，另外有5、6部的传记是神通变幻释与清净弟子的传记。然而呢，并未收录在这个目录当中的传记也是有的，像是桑杰巴珠就在《妙行传》书当中就写到阿姑阿切编辑的传记，自在成就者堪布释迦桑波撰写的传记，还有喇嘛奔译撰写的传记。这里面就提到3部传记。那么当中除了第1部就是由阿姑阿差编辑的这个传记之外，后面2部呢并没有收录在目录当中。我们这一次教授的这个内容在目录当中是目录当中的伽马巴米觉多杰之传记、妙行法王自传和这个五笔自赞这2篇。那五笔自赞之后变得就是很出名，广为人知。在司徒三千去地主内编辑的冈仓的法行当中就有收录这部五笔自赞。还有在噶举道歌海，那最主要是米之多杰他编撰了当中的根本颂，那么当中也有这个五笔自赞，所以大家大概都知道的。小时候我们也都会把这个噶举法行背下来，但这个文词是很难念的，当时真的是背起来很惨，很难背下来。过去的很多这些僧人都说，哇，没有比背这个五笔赞更困难的，很多人都背不下来，还被老师打。所以呢，吃了很多次棍子，或许就因为这样子，五笔赞呢，我这个那背得比较清楚，记忆比较深刻。但是从文艺2个方面来看呢，
各个传记当中最完整而且内容最丰富的，我想就是《妙行自传》。那我们这一次使用的这个版本呢，那么是创古智慧金刚佛学院所出版的。那么当时我就记得有跟他们说这部很好，所以就要他们去印制了。那么同时也当时印刷出来分送给许多的寺院。那这一次为了这个课程，也由这个正法电子书所编辑用的这个电子书的版本，就是依据Varanasi 创古智慧金刚佛学院的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它最主要是最早是源自于哲蚌十处经堂所保存的米觉多杰教言集当中的嘎这一函。那我们说有色拉、哲蚌寺、甘丹寺三大寺当中，那么哲蚌寺当中呢，保存的标有这个藏文字母契这个标志的古老经书。大部分呢，这些经书都是在固始汗的时候，那么他摧毁了工部兹拉冈，也就是噶玛巴尔黑宝库的所在地，然后他就把当中的这些宝物经书从工部搬运到了拉萨。这部分呢，在第五世观音尊者的自传当中有看到，有提到过。我之前呢，在西藏的时候，1999年，当时我就有请求北京、广州、浙江、福建当时我就有到这些地方去。那么最后呢，我就到了这个北京。当时我就有跟这个中央统战部他们呢帮我安排了住宿，然后也见到了一些人。那当时就有机会跟他们说到了一些话。那么当时我身边的一些侍者也一起就有请求说因为当时16世法王呢有到了印度带了许多的这些经典过去，所以我也请求说能够到印度去看这些经书。那当时呢，统战部的那个人就来到我这里说：“你那些侍者这个说的太勉强了。你现在没办法那么容易就让你到印度去的，因为要跟印度各方面都要联系。所以这个统战部的人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你身边的侍者说一说？所以我就说好，我跟他们讲讲看。那当时我就一个机会就是我就召集了从藏地来的这些一些侍者、一些朋友，还有中央统战部的一些人，一起我就跟他们说，如果能够去得到这样一个取得黑宝冠是很好的，但没取到也没关系。
那是过去的，反正中国皇帝给的嘛，那现在拿不到没关系，或许你们中央政府再给一个也可以的。但当时我就特别说到，提出其实在布达拉宫，还有努布林卡，还有哲蚌、石柱、金堂等等，有很多噶举的一些经典，一些经书。我当时就请求，我可不可以去阅读到这里面收藏的经书，或者拿出来印刷。当时呢，中央统战部这样听到就很高兴，他们也觉得终于松了一口气了，马上就说没问题，好的，可以的。那么我又回到住处的时候，那些侍者跟朋友之前就来到我这里，就说：“真是你把我们之前的那些请求都好像丢到水里一样了，你怎么没有也跟着一起说要去印度呢？”但其实我心中所想的是，反正他们也不可能让我去这个印度的。那么就算说这个中央政府让我去了，但印度那边让不让我去也不知道。所以总之呢，我是觉得说要看到经书更重要，所以我就借那个机会反而说出了想要看到这些寺院里面收藏的噶举经书。那总之呢，中央政府也就很快跟西藏自治区就吩咐了，所以自治区的相关人员呢也尽力的协助就从布达拉宫。刚刚那个电脑没电了，本来以为说有插电，结果没插电，然后没电了，就突然一片黑掉就没了。所以当时呢，就从布达拉宫、努布林卡，还有哲蚌、石处、金堂等等地方，收集到了这个100多部噶举的一些古老经典。当中呢，当时呢很辛苦负责的是楚布寺的堪布洛亚等人。例如呢，有一部这个尺寸很大的经函是第4世夏玛的教研集，是一个晶体版。那么我们要将它扫描跟保存。然而当时拉萨的这些设备不好，因此每次只能扫描半页。之后呢，再把2个半页这个用这个胶水就是粘合起来。其中呢，很多这些经函还被这个包巾布包裹着，大概有将近300年都没有打开过，上面红色的这个封泥也都很完整。堪布洛亚呢，他是一个康巴人，所以胆子呢也很大。那么他竟然呢就真的把10几部这个这些古老的经书真本搬回到楚布寺。我到现在呢还记得那一天的这个情景，我呢站在这个寝室外的楼梯上，然后持香迎请这些经书，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为他人持香。接着我们这个将全部的经书就都供置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然后我们将几张桌子并排在一起，上面还铺有这个绸缎。那么我身边呢有这个老喇嘛主纳，那大家也都认识他他当时呢就递给我其中一部经函，是米觉多杰的教研集。那么是用这个牛皮的绑巾带绑着。当解开这个绑巾带的时候，但因为粘久了，那结果这个绑巾带也一节一节的断开了。接着呢，打开这个包巾布的时候，
包巾布上也布满了灰尘，你手轻轻一碰啊，这个大量的灰尘就飞起来掉下来。从外观上看来啊，里面的经书大概也都坏掉了，但结果打开一看，经书保存得相当好，甚至呢纸页还透出光芒。这些全部都是手抄本。那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已，不由自主的就会都发出哇，真是这种赞叹的声音，想说那时候古时代的人真是了不起，真是精进呀。从那时候起呢，我就有机会这个拜读到米觉多杰和其他噶玛巴的教研集，非常的开心。在得到这些经书之前，我常常呢会到位于我的寝室对面的一间图书馆，就随意的拿出一本经书来阅读。虽然里面藏书是不少，但是历代噶玛巴的经书却很少的，只有第13世和第15世噶玛巴的教研集。所以呢，这2套经书呢，我自己看了很多次，也和别人一起读过很多次。尤其我记得在第13世噶玛巴的教研中哦，有很多故事哦，让我印象深刻。像是里面有提到，对于一个小老鼠教他这个禅修，然后呢，结果还用了一个茅草编织的禅修带帮助他把腿绑起来。所以总之呢，我很喜欢读那些经书，这些故事非常有意思。总之呢，这是我的一些回忆哦。想到当时我虽然呢是具有噶玛巴的名号，但也没有办法读到噶举派很多的经典。那更不用说一般的我们说僧人或在家人哦，更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经书的。现在来看呢，经书随手可得了。那么各位在佛学院学习的僧人们呢，我觉得你们是很有福气的，所以希望你们不要浪费这个机会，糟蹋这个机会，要好好的学习。不然像我们以前想要看书，但是没有那样子的经书可以让我们阅读的。那么这部自传的名称在第5世夏玛编撰的目录当中和我们这次使用的版本的题名呢稍微有些不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本的题名是噶玛巴米觉多杰自传。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题名不是正式的名称。因为呢，米觉多杰亲自撰述的自传有很多部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名称就是噶玛巴米觉多杰自传这样的一个名称，只是一种通称，无法当作妙行这部传记特有的题名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依据的是夏玛编撰的目录当中的题名，也就是妙行自传，这是比较正确的题名，而且从这样的题名就能够清楚知道内容在说什么。首先在这里
我想简单解释一下噶玛巴米觉多杰这个称谓，这个名号。首先，噶玛巴米觉多杰这个噶玛巴或者说噶玛这个词的意涵还有它的根据呢，昨天大概已经介绍过了。但首先，噶玛巴里面的这个噶玛呢，它不是藏语，它是梵语。意思是什么呢？噶玛的意思是业，或者说事业。那么巴是什么呢？这就是藏文了，是人称词。所以噶玛跟巴合起来说的话，就是作业者或者说事业者。但是呢，很多藏人不知道这个是梵文，他们以为那是藏文，所以呢，他们在给我写信啊，或者一些这个信封供养上的署名会写什么呢？会有各种的拼法，有时候会拼写成这个发音一样，但意思是星星，就是天上的星星的这个噶玛，或者是拼写成这个白糖的这个噶玛。还有呢，会写成这个意思是白色的这个噶玛。那当时我也没办法一一跟他们说。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大部分藏传的上师的名称都是藏文啊，怎么会是有梵文？所以的确，他们是有可能因此拼错的。那么再来米觉多杰这个名讳呢，它是第八世噶玛巴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名讳。它的全名呢，其实是吉祥法尘称究竟圣超十方米觉多杰高维央。我们西藏很多的上师啊，他们的名讳都非常非常的长。过去有个笑话，在念这些上师的名讳时，你要先深呼吸一口气然后等，然后全部把它才可能一口气讲得完。就是你可能说完他们的名字，你个气都喘不过来。有这样的笑话。我们说佛陀，有时候我们会称他是如来、应供、正等觉等等啊。佛陀有10个名号。那这到底意思是什么？是代表佛的功德。所以换句话说，很多上师我们在形容他的功德的时候，一个名称是形容不完的，所以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称来说明。所以就会变成他们的全名有时候会很长。另外呢，噶玛巴还有其他的一些别名，像是央见噶哇、央见桑波、央见萨玛、央见谢巴、却住桑波、却住扎巴、却吉扎巴，还有噶玛巴洛珠羌等等。那么米觉多杰他自己呢，也曾经写下一部对于自己的名讳的一个解释哦，并且由巴沃祖拉称瓦注解。但今天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细讲。
在西藏啊，我们对于祖师一生的这个行仪哦，我们不会说是裸句，不会说是传记，而会特别说成是 namtar， 就是解脱行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要了解这么说的一个原因，我们就要先知道 namtar 就是解脱行传，它的意思是什么。首先，这个词是梵文翻译过来的，梵文发音是 vimoksha， 这个意思就是解脱，或者说脱离。依照在长公康主的一个自传当中，洛智泰的自传当中就有提到，传记呢可以依照3种士夫的分类来说，所以可以有3类的解脱。下士夫的解脱呢，是指具有相信业果的这种清净圣洁性，而能够从恶道中解脱。中士夫的解脱呢，是指具有出离整个轮回的清净心，而从轮回大海中解脱。那如果是上士夫的话，是指具有利他的至诚的清净之心，而从轮回和涅槃2边解脱。所以这些内容说都是如何解脱的一些历史和经验。总之呢 namtar 也就是解脱行传，在说的就是自己如何从痛苦和痛苦的成因当中解脱的一些过程，同时帮助他人的心从束缚中得到解脱的过程。所以这是一种殊胜的传记，所以称为 namtar 解脱行传。那么马明菩萨、圣勇菩萨啊，在菩萨本身脉论中就说：由意即进步，获得清净法，世间相常住，无尽无休作，比世间众生闻香因功德，起决定信解，住如来密藏。那么就像这里说，这个传记呢，它就可以帮助升级决定信解而住如来密藏等等的这样功德用意。还有竹巴嘎举的嘉华贡嘎巴就说，namtar 解脱行传的本意是借由能全的文字和所全的内容，帮助阅读听闻的弟子们得到解脱，证得遍知。所以呢，当我们在讲解这些祖师大德的传记的时候要明白为什么要讲解，还有讲解的目的，讲说者也好，还有听闻者也好，都应该要明白这一点。然后呢，尽量的升起清净性、意乐性或圣解性这3种信心的任何一种。如果升起了信心，可以说如来藏的力量就开显出来了，或者说就种下了解脱的种子了。平时呢，我们读诵佛经时开头都会读到如是我闻这几个字。对于其中如是这一词的解释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解释就是说如是这个词它说明了信心的重要性。这个意思是，当我们知道和相信这些内容是佛陀亲口说的，就会升起信心，因而进入佛门。不然没有信心，就不会想要入门。所以呢，
由这个大医师沈如素，他从汉文翻译到藏文的一部龙树菩萨的著作，也就是《大智度论》当中就有提到。那这部《大智度论》呢，藏文是没有的。那如果完全翻到藏文的话，大概有5-6函吧，非常的多。那总之在大智度论当中呢，就引用了一段经文来说，那来说明，就已经说明信心的重要性。那这一段藏文是我从中文翻译过来的，那么想跟大家分享。大智度论这里引用的经文是说：信如手，如人有手，入宝山中自在取宝；有信亦如是，入佛法无漏根，立觉道禅定宝山中自在所取。无信如无手，无手人入宝山中，则不能有所取。无信亦如是。有这样的一段。这里比如说信心就像是手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手的话，就算进入宝山当中，你是什么都取不到的。同样的，我们如果没有对佛法有信心的话，你进入佛法的宝山也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你也就更不可能做任何的修行。所以刚刚那段说无信亦如是，如入佛法宝山都无所得。接着第二段说佛言：若人有信，是人能入我大法海中，能得沙门果。不空剃头袈裟，若无信，是人不能入我法海中。如枯树不生花实，不得沙门果。虽剃头染衣，读种种经，能难能达，于佛法中空无所得。所以总之呢，信心可以说是进入佛门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了。同样的，这个大智度论中还说到，佛法深远，更有佛乃能知。人有信者，虽未作佛，以信力故，能入佛法。这个意思是说，佛法的内容极为深奥广博，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明白各种的道理，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信心，相信佛所说的内容，进入了佛门，那么逐渐的就能慢慢明白甚深广博的佛法。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至少我们对于因果，对于来世到底会是怎么样，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而只能相信，就像佛陀当中所说的，如果你有做布施持戒，有这样的因，未来就会有好的果。你只能相信佛所说的。所以对于初学者而言，信心很重要。同样，这部《大智度论》中还提到，当时这个佛陀成佛后，有一段时间没有说法。那么梵天王呢，来到了人间，请求佛陀出转法轮。在第一次请求时，佛陀呢以这个佛陀正法甚深难得，世人难以理解而回拒。
梵天王呢，在第二次请求说法，这是佛陀心想。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诸佛，都为了度化众生而说法。那么我也应该这样去做。这样想了之后，就接受了梵天王等诸天的请求而说法，并且对梵天王说了这个祭文：我今开甘露味门，若有信者得欢喜，于诸人中说妙法，非恼他故而为说。那同样，这个论中啊，就是对于这个祭文的解释是：佛此祭中不说不使人得欢喜，亦不说多闻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人得欢喜，独说信人。为什么佛陀只说这个有信心的人指他们得欢喜呢？佛亦如是哦。我第一甚深法为妙，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不动不移不着，无所得法，非一切智人则不能解，就是一些世俗人是没办法了解的。是故佛法中信力为出，信力能入。那么这一句说佛法中信力为出，信力能入。当你有了信心，才可能进入佛法，非布施、持戒、禅定、智慧等能出入佛法。也就是最开始只有信心能帮助你进入佛法，而不是布施、持戒、禅定、智慧等等。总之，由于以上种种的原因，对于初学者而言，信心呢非常的重要。他我们会说，信心不只是开头很重要，它中间的过程到最后它都非常的重要，是一切功德的泉源。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强调的是说推理分析比较重要，那么以为呢透过一些看似很有逻辑的道理就能够通晓这个广博深奥的佛理。我觉得这种说法未免就有一点傲慢。所以我觉得对于初学者而言要有信心很重要的，有了这个才可能慢慢的步上修行，没有信心根本不可能开始。那么能够让人升起信心的这个内容，或者说这个传记，它主要是一个修行人他在心绪上的修持，还有他的断证的功德，这些内容才会让人升起信心，而不是说他的身世家族有多厉害，或者说他多有钱，或者他的寺院僧团多大，他的名声多大，弟子多等等。如果看重的是这些东西，就根本不能称为解脱行传。真正的这个解脱行传在看的功德是一个修行人他对于世间的贪执有多小，他具有多大的智者的智慧，还有他具有多少修行者的觉受和证悟，弘扬佛教、利益众生等等这些功德。但是现在很多人注重都是外在的那些花花绿绿的那些物质哦，而不是内在的修为了。我们现在都把真正的修行人说成说是软弱固执落伍的人，然后把那些这个口无遮拦、
我行我素的这些人说成他们才是厉害的，是成功的人。所以第六世沙玛巴搞王曲举王就有一段话在说，我认为呢，虽然有很多人自称是修行人，但是我对外在的行为、内在的体证和其所产生的功德，三者不一致的人是没有任何信任的。这段是说，很多人都自诩为修行人，但是呢，看到他内心的思维还有外在的行为等等，如果说看到这些都是一致的话，那么我就会相信他。接着说，现代几乎没有深悉学理的智者、终身持戒的法师或谦虚山居的禅师，反而有很多人自称自己已经得到成就，而要普度众生等等。所以这里你看到他就在说，现在这些深悉学理的这些智者真的是没有了，还有清净持戒的法师也是没有了，还有这些很谦虚的、谦逊语的、山居闭关的这些禅师、修行者也很少了，反而很多的人是那些自称自己已经得到了成就了的这些人。接着他还说，我们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只能依循自己的情况来修行。虽然假装自己气势有成、有神通，可以得到世俗愚人的敬仰，当然，敬仰与功德若能兼具，当然是最好的。但若是二中择一，则势必应追求功德。在这里，你看到夏玛巴，他就说：“我没像他们那么厉害，我没办法像那些口无遮拦的人一样，所以只能呢依循自己的情况来修持哦。”那么当然，如果自己假装是气势啊，有神通，是可以骗一骗世俗的愚人的敬仰。但是，当然呢，敬仰跟功德能够兼具是最好的。但我要选的话，我觉得敬仰那些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追求的是功德。所以这里是在讲这个解脱行传在讲说者、在听闻者都要带着正确的心来听。过去我听到一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总之呢，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一个蛮好笑的。有一次在这个观音尊者面前，有很多的族古呢去拜见观音尊者，有的是剃度啊、求加持等等。那么观音尊者就想问问题，他就问这些弟子，你们也就问其中一个族古，你前一世有什么殊胜的功德，大的功德？那这个族古身边有许多康巴人的侍者，他们其他没有听得很懂，他们特别听到的是大切瓦这个字。这些康巴说有可大了可大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族古的前一世呢，
的确很大，就是他的身形很大，体重很重。他甚至是连那个西林这个地方的马都没办法这个抬得动，哇，可大了，可重了，身形可大了。那时候曾就说不是，在问说是他有什么断证功德。那结果这时候他身边的侍者根本听不懂什么叫断证功德，结果这个回答不出来。总之呢，有人就告诉我这段故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的确是蛮好笑的。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当我们问说这个上师有什么殊胜的功德、大的功德，其实我们也不见得说得出来。我们可能会说他有功德啊，他好多寺院哦，他有功德啊，他弟子可多了，但是都是但说不出他有多慈悲，他有多少的羞耻，这些我们是说不出来。那我们接着休息30分钟。那么接着继续讲解。那么刚刚简略的介绍了一下 Namtar 就是解脱行传的意思。接着为什么这部自传呢称为妙行呢？那么在这部传记中呢，因为一再的提到了此为我妙行之一，也就是作者呢米觉多杰介绍了他自己生平的33个妙行，所以这篇自传就称为叫妙行。那么什么是妙行呢？妙行指的就是善行，好的行为。比如呢，我们平常都会念的、引用的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内文，施供善施等一切诸福善。所以这里有谈到妙行、善妙的这种行持。同样，《俱舍论》当中也说：三清净应知，其诸三妙行，恶身语意业，说明三恶行，即贪嗔邪见，此妙三妙行翻此。所以佛陀呢，在经典上就提到了所谓的三妙行，还有3种恶行。那正是因为我们说身业等等的不善行会受到圣者的批评，那就是因为这些身业、身体造作的业的不善行会受到这些圣者的批评，而且呢会招致这种不舒心的果报，所以称这种行为是恶行。而跟这个相反的善行会受到圣者的赞誉所以称为妙行。另外呢，妙行也可以称为清净，所以三妙行可以称为三清净。那这是因为这个身与意各自的善行，那都会净化身与意本身。那么之所以称之为清净是因为呢妙行呢它能够暂时或者说就近的净化清净身与意的恶行和污垢，
所以称之为清净。那另外我们说贪夺心等虽然不能说是异业道，但因为呢其这个贪夺心带有烦恼，所以它是属于异的恶行。那这一段呢，就大家会知道妙行的意思。那么接着讲解这个妙行自传的内容。首先呢，根据桑杰巴珠他的传记之后会再讲解他是米支多杰的这个亲传弟子，他呢写了一部注解，就是为了妙行传写的一个注解当中有列出了科判，所以我会配合这样的科判来讲解这部论。那么这部传记呢，共有3个大的段落，或者说3大提要。第一个就是顶礼，即立誓造传。第二个呢，就是传记的本体。第3个是造论圆满。这是主要的3个大的段落。那其中第一个呢，又可以分为2个部分。也就是第一个是顶礼殊胜的对境，第二个呢是造传立誓，2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顶礼殊胜的对境，它的内容文字是礼敬无比恩德3宝上师众。那简要的来说，这里作者米支多杰他顶礼的这个对象是谁呢？是珍贵的3宝还有上师众。我们要如何向3宝和上师顶礼呢？首先呢，我们要了解这里的佛宝的意思，它指的是大乘所主张的具有3身自性者。接着要知道法宝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以离欲的灭地和令离欲的道地。再来僧宝呢，则是这个具有明解这2种功德的大乘不退转的圣僧。而这一切也就是3宝的根本，就是真实吉祥上师桑杰拈巴为首的等等这些堪能应供与赞叹的上师们。所以在这里米支多杰作者首先向这些3宝还有上师顶礼。你会看到这里呢并没有直接切入到论题，而先是有行礼赞。这么做的原因跟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因为呢，这个作者米支多杰他今生还有来生的一切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
救护、帮助尽虚空一切的众生，离开无边的苦痛，帮助众生暂时得到利益，就近上得到最殊胜的快乐。那么，如果想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就势必一定要得到三宝的这个辅助和照护，还有一切真实总持上师的慈悲和恩德才可能达到。所以这些三宝跟上师对米支多杰法王来说是非常重要，恩德极大的。此外，不需要其他的皈依处，也不需要恶友的支持。所以在这里，米支多杰强调三宝跟上师他们是无比哦。一般来说呢，藏族论师在写下任何著作之前，都习惯在开头会顶礼诸佛菩萨和自己的上师。一种说法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作者为了能够平息造论过程中的障碍，然后让造论能够顺利圆满，同时也有依循善行这样的一个目的。同时这也符合这个噶当派认为皈依的学处就是在任何行动前都要先顶礼供养三宝这种说法，所以这么做也符合了皈依的学处。同时呢，如果能够在任何正行之前都先这么做到的话，也就是做到顶礼供养的话，那么就算没有完成正行，其实也跟完成是一样的，没有差异的了。同样，噶当派这里还说到，没有任何的方式会比这个深信上师与三宝还更有效力量，能够达到除障和满愿的目的。所以由于这种种的原因我们开头顶礼是很重要的。接着呢，谈到的是造传立誓。那么造传立誓也可以分成5个细目：1. 自谦辞；2. 为利有信法器；第3誓词；4. 遮止非实；第5厘清毁谤。首先呢是自谦辞。那自传的内容是大德若见，不觉为奇。那这一段的意思是，米支多杰认为，对于那些不再迷惑如何取舍，并且能够如实教导他人取舍的方法的那些大德们来说，他自己的这些经验跟体会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会对此感到惊讶跟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德他们早就已经深感轮回的这个苦乐，心生高远的这种甚深的涅槃的体证，所以不会觉得自己这样的传记的内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第二个，为利有信法器那这里的内容是却为俗子雀跃之事。那这里的善缘俗子它指的俗子就是善缘俗子，不是指小孩子，而是善缘俗子。他们的心态比较开放，他们虔信大乘，他们特别是虔信大乘的，而且呢具有这种清晰的
思辨的能力。那么这些具备善缘的俗子，他们如果阅读听闻这部传记的话，应该就能够升起信心，感到欢喜，进一步来讲就愿意随学这部传记的这些修行内容。所以米支多杰说是为了利益这些俗子善缘俗子而写的。接着第三个是誓词，为我妙行述述。那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是指米支多杰作者自己，他自己说，那么在自身一生当中造作了许多的善行和好事。再来第四个，遮止非实，这个句子是道于他人，或能利彼，诸尊敦请，故撰此文。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如果问说，作者写下这部传记是为了迎合世间八法，还是为了捏造自己所没有的功德，还是为了夸大自己的功德而写的呢？都不是。米支多杰写这部传记的缘起，主要是因为他的弟子们不断的在的敦请之下而撰写的。是有哪一些弟子这样子请求他写呢？那么在桑耶巴珠的这个注解中就有清楚的写道，弟子中有第5世夏玛巴棍车延腊，直供第15代法座，直供人千阙劫，第3世扎查巴扎巴巴鸠，第2世巴沃祖拉称瓦，还有班智达多杰加波等等，很多的弟子在他们在的敦请之下而撰写的。第5个呢是厘清毁谤，那句子是最了己所经事。所以如果说他的这个传记是别人来写的话，会变成怎么样呢？可能就会变成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这种增益，或者说把有的说成没有的而这种的减损。所以只有自己对自己身语意的善行和恶行有最完整的认识和经验同时也只有自己对自己是最清楚，是没有秘密的。所以作者呢，就是米支多杰就承诺撰写。那么再来传记的篇幅上来看呢，他的言辞是很简约的，但是意义是深远的。那一般来说呢，古印度似乎没有太这种兴盛书写历史或者传记的这种传统。
也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龙树、吴卓兄弟等等的记录也都不是很明确。所以呢，大家就连龙树到底存活多久，是否长达数百年等等这些议题都没有共识。相反的呢，这个中国文化呢是很重视历史记录的，所以任何一位这些印度智者前往了这个中国之后，常常他们的年份跟经历呢都会被很清楚的记录下来。就西藏文化里面来看，它也是很重视历史的。所以我认为，当年如果阿底夏尊者他没有到藏地弘法的话，那么或许他在这个历史上可能只会留下个名字，而没有其他更多详细的资料。所以我们都听说印度有很多大成就者，但是只听说他们的名称，很多时候都找不到他们更多详细的资料。一般来说，大部分由弟子所写的这个上师的传记内容呢，大多都是有过多的一些赞誉和这些夸饰所以很多时候是偏离了史实的。所以呢，第三世法王让炯多杰的弟子嘉华雍敦吧，就在他的一个自传在开头就写到说，我并没有任何广大的佛行事业或者利益众生的伟大事迹，若要将自己没有的事情说成有，更会犯下上人法妄语而破戒。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里说，我没有广大的佛心事业，也没有利益众生的伟大事迹。那如果说把没有的说成有，这就算是一种犯下了妄说上人法而破戒。我们常说许多根本堕罪，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的，想一想就是这种自己没有而说有，譬如说根本没有看到什么本尊，就说自己看到本尊，没有任何了悟心性，却说我了悟心性了。哇，这个好像我证悟好深啊，这个眼睛都只能朝上看了，都就好像很厉害了。但其实这种如果根本没有证悟，却妄说自己有证悟了，那就犯下了这种妄说上人法的这种破戒。接着他在传记中还写道，分享其中部分内容更会违反第七根本堕。那么这一段是说，如果我们刻意的大肆宣传自己造作的一点点善行，那么佛陀说，你这样子反而会让你的这些善业毁损。所以如果做了一点善行，累积了一点福德，然后结果到处去急着想跟别人说，甚至周围没人，现在来讲赶快就透过网络赶快发文昭告天下。如果不注意的话，其实你这样的作为会毁坏你的善行，会毁坏你的福德的。佛陀是这么说的。那么
各大教派都会说一句话，接下来这一句，四大教派都会说的、引用的。所以这里说呢，大部分由弟子所写的传记都有过度赞誉矫饰上师之嫌，而我写下的这个简略自传毫无增减。若有读者不满意、不理解而认为我有说谎之嫌呢，请客观地观察分析上述内容是否合理后，再提出哪里不合理的矛盾之处。所以这一段话是被四大教派都常常引用的，就是很多时候弟子所写的传记都有过度的赞誉、矫饰上师的这种嫌疑。所以这里说，而我写下的这个简略的自传是毫无增减的。如果读者不满意、不理解而认为我说谎的话，你可以去做观察，可以提出这些说明。另外呢，这个噶玛恰美在他的传记中也说，他有外内密很多的传记，他就另外就写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外内密的传记他写的方式很特别，他是用这种问答辩论的方式而写的。那噶玛恰美是他比丘的名字，然后他再用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好像自己在自己辩证的方式来说明为什么写这样子的传记。设问自传并不合理，因为没有如此做的理由。则应回答，此推理不成立。如此做的理由非常明确，因为个人感受到的征兆与体证只有自己知道，弟子们是没有经验的，所以非自己记录下来不可。也就是说呢，自己对自己的想法还有佛法上的感受和体证是自己是最能理解的，所以撰写自传的价值就特别的重要。总而言之就像前面说的，只有大德的这种传记才能称为叫解脱行传，一般人的这种传记不能有这样子的称誉。但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道理也会将某某人的或者自己的某某的传记就称为叫某某人的解脱行传。那之后有一位智者就有提到这样子的一句话，说的是一样的。他这里比喻说，这个世俗凡人呢，根本连这个轮回的泥沼当中连一个指头都还没有这个浮出来，那怎么可能他会说能够写说自己的自传解脱行传，是更不可能的。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真正的这个几十个妙行，30多个妙行，明天会讲到。那很多人跟我说，你这只有22堂课，有33个祭文，不止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叫无比赞，你怎么说得完呀？所以如果不说快一点的话也不行，但有一些不多做一些解释也不行。
所以可能最后有一些变成只是念过去，但还不晓得，还不一定。接着，歌颂跟回向，今天就讲到这里。